政治新闻，国民党南投县的副议长潘以全昨暝伫面册铺文章，伊呛这个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是无情的关公，讲别人需要伊的时阵呢，将别人当作空气；即马需要别人甲斗相共，伊就讲伊是拜关公的。更加质问讲，伊的关公是倒一国的，直接表明态度，讲袂挺侯友宜。党主席朱立伦是讲，分裂就是挺民进党个人的温暖，拢会以大局为重。 国民党籍南投县副议长潘以全，昨暗时伫人面册铺文，讲关公是虾米款的人，是对兄弟有期，替兄弟受苦难，所以签名呛声，讲侯友宜敢是这款人？别人需要伊的时，甲人当作是空气；即马需要人斗相共，就讲伊是拜关公。嘛，这期伊的关公是倒一国的，所以骂侯友宜是无情的关公。嘛，爱伊卖家己感觉真好，佮讲侯友宜一定袂当选。若是会当选，我一世人食菜。潘以全嘛伫人面册老的所在写，大家甲我斗分享。 会就是专开，各县市的政府议长也好啦，县市长也好啦，大家拢会使讲解吼，同框不同心啦。对于这件代志，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是讲，党内若袂合，就是支持民进党。个人的一些恩恩怨怨，或者是一些意见啊，最后都要化为大我为重啊，大家都是以大局为重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荣获会有一些意见，最后都要站在一起。 朱立伦强调，港澳团结才会当赢。啊，党内提名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会再参加活动，对潘以全讲伊是无情的关公，侯友宜就点指点出，无加讲啥。有关于虚骂无情关公，你会觉得自己不守承诺吗？还是会想要回一下有关于整合派系的一些问题吗？ 侯友宜专心走行程，党内纠纷先放一边。啊，若有意思想要独立参选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，是来到打通过补选的报党籍报道店长颜凤林的就职典礼。关公呢，代表忠义精神，忠呢，他是忠于国家，他不是忠于政党；义呢，他是忠于地方的人民所托付他任务。 郭台铭佮讲，伊送一座武财神的关公，和报道电工所，佮强调关公代表忠义精神，毋是好动正统，未来有为钱。加上潘以全伫咧面册，跟侯友宜是无情的关公，国民党的总统选情敢会当整合团结，敢若还佮继续拼势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